芭比搞炸，宽高架，等下吼，我找一下咱电话读到倒位袂记啊。顶回啊，咱去读迄日本不是日本，就是有日本那个什么，就是台湾歌谣迄届啊。我有，因为我嘛是有迄朋友伫来听。是。昨啊，我迄朋友就甲我讲，伊感觉伊就是伊完全用听伊在上班嘛，用听的。伊讲，我感觉阿宽读迄新诗，他讲华文，他说新诗就好听了呢。新诗。我就跟他笑改讲，我就甲伊笑改讲，迄是咱台湾的就故意型的歌谣啊呢。然后它是一个什么形态的，然后就听到我们会，他有没有日文，然后有些介绍什么之类的。对，他就觉得好那个好棒，他好喜欢。他讲你讲阿宽讲的台语那家好听呢。然后聊，他就说因为他也是新竹的人哦，他说他就讲不出你这款腔口，伊感觉你的腔口就好听呢。哦，新竹人伊原来讲台语讲好了就对啦，是客人，因为新竹足侪客人。伊敢若可能是拢有哦，一半嘛。哦。然后他现在也是个长辈啊，他现在也在国外。哦。对，所以其实他是跟我说，他等于是，所以他现在讲的台语，但他因拄着我吼，伫咖啡好在宾馆拄着我，拢会知影我咧学台语，而且佫爱讲，所以讲伊拢会甲我对话时阵就讲台语，会切换嘛，自动切换。伊就讲伊讲的台语都拢是较下面北部的啊，就是他说他是后天然后自己这样学，所以他那天听你在讲的时阵，伊就感觉就好听呢，那他个真好听，是有感而发在那边讲。我就说如果就还会开啊，就叫他要再来听这样。伊若家己有读，渐渐嘛是会啊嘛，大家拢有法度啦，大家拢做会到，毋是干那我嘿。对，我嘛是安尼甲讲，对啊。他就是平常因为时区问题啊，然后他就是会刚好是会在一边上班一边在听这样。嘿，是。对。所以也就知道他的描述就很有趣，他单纯听嘛，所以他就觉得说，简直是在读诗，有没有？他觉得很好听。就讲那个好像他也有听出一点哦，因为他有听出一点，他说那因为他在跟我描述事情的时候，他说就那今天芭比跟那个。那位那个开的那个房间，然后那个是好像就是聊那个关于他怎么讲的，他说昂阿某的故事什么的，那个新诗好好听，我觉得很好笑。所以讲伊嘛是会使听有讲就是像阿宽甲咱小改讲迄款的歌谣内底看起来歌甲手安尼这种两种的那种。是。对。情感两种就是那个两个人那种情感这样的一个叙事这样子，对，很有趣，跟你反馈一下。多谢感谢，欢迎过来听咱念歌谣啦吼。大家好早吼，咱今仔日要来读的是教育广播第5期吼。但是真歹势，伊佫袂记电话读到第几页去，我就等你找吼。小等下我甲即个。image address 列出来啊。这是第5期的第4页，5甲讲。最后一句是讲死狗就吟13首的诗，祈祷四线吼。这读过啊，我看嘛。拜四下晡3点钟，大会阁组织游园伫女学的学厅吼，即咱拢读过。甘牧师做会证，吟诗祈祷，读马可福音书2章23节到28节，约翰福音书20章19节，就讲，伊就讲吼，这甘伟林牧师讲的，咱来看吼。咱下晡所要议论，真正是要紧。甲教会
我袂记咧甲新朋友讲吼，就是我有搭迄个 link 顶头，你会当看迄个 YouTube 的直播的 link 吼。咱我即马读1、2、3、4、5、6、7、8吼，第4页正手边遮吼，从尾溜算过来1、2、3、4、5、6、7、8，第8蛇遮吼，就是有一个数字20、19即只会对遮。咱下晡所要议论，真正是要紧，甲教会得到兴旺不只有干涉吼，电话有读到遮吼，讲下晡所要议论的主题可能较含教会兴旺有关系吼。讲起即个守安息日的事，也是拄合伫咱即时的欠缺吼。可能是因下晡要讨论安息日的啦吼，所以拄合伫咱即时的欠缺吼，就是合伫教会即当阵做了无好的就对啦吼，即个有欠缺的所在吼。属台湾的教会有侪人家己还袂会晓看圣经吼，因为这1885年吼，迄当阵可能阁有诶白话字阁毋捌吼。应该我已经袂记啊吼，就是因开始甲迄个第一只印刷机应该是对长山运过来吼，毋知是下门倒位线头是啥物所在运过来吼，就开始印刷嘛吼，所以开始。1885年，讲台南迄当阵啊，迄当阵。对，因地府城迄当阵开始。你知1884年1884年尔吼，所以因迄第一只印刷机过来时阵，因才开始咧印教会公报啦。我即点我是知啦，所以你看教会公报第一期是1885年才出版，就是因为迄当阵开始有印刷机啊。搁进前因所有读的圣经绝对是拢是应该是对长山运过来啦吼。当然迄当阵要运偌济圣经过来，我是毋知啦。但是迄当阵有法度读的人应该是较搁真有限吼。我都读白话字的吼，可能毋是介侪吼。所以讲属台湾的教会有侪人，有搁侪人吼，家己还袂会晓看圣经吼。遐个人爱要加添进步，的确着大对重啥物吼？我记得是对重来。我一页甲留的，我搁另外开一页。大对重安息日的法度吼，我即段去看，我讲遐个人爱要加添，我来注意一下，我手机有咧充电无？根本无电。遐个人爱要加添进步，的确着大对重安息日的法度吼，就是讲因爱开始重视安息日啦，莫，因为当然迄当阵的台湾人拄礼拜日即个名称，你着知，你对即个名就知影，就是因做礼拜日子嘛吼。所以即种拜2、拜3、拜4即种分法，当然是伫教会入来进前是无即种讲法的啦吼。迄当阵一年通天拢咧做工，拢咧做田嘛吼。真正有休的，就是过年前开始休到初5安尼，可能是安尼尔吼。休较久的，休到15啦吼。无就拢逐工就是对因逐工来讲，逐工就是拢是爱做工的日子嘛，爱做田的日子嘛吼。当然嘛是有休一寡，比如讲一寡做日啦，做日的节日吼，会休安尼。所以即嘛变成讲，因正讲，你礼拜即当阵爱安息，爱休困吼。当然意思就是即工才好好读圣经嘛吼。所以才讲，你若要头前讲，遐个人若爱要加添进步吼，的确着大对重安息日的法度，因为人无爱礼拜，抬头会受教示吼。意思讲，人若无爱做敬拜，伫礼拜四来敬拜上帝，来参加即个敬拜吼，抬头会
受假是吼，抬头的受假是，就是抬头会接受假是啦吼。好，过来继续读咧，无豆豆来听道理，抬头会正上帝进步的旨意吼。抬头应该有查过吧吼？抬头，爸比，你知影抬头什么意思？袂记啊！好，抬头咱搁来查一遍。等下，我手机也是搁伫吼。好，抬头，启能了吼。抬头 ，THO， 第二声头前变调，抬头吼。抬头汉字安尼写吼，训用尔，训用吼，就是训用汉字吼，训读用的汉字吼。训就是解说意思，所以这个训用汉字，就是伊是摕来解说意思的汉字尔，毋是真正这个汉字真正是音是安尼发音啦吼。读册音绝对毋是安尼音啦吼。但是抬头你着安尼看着用这两个汉字吼，都知影意思吼。奇可啦吼，应该是吧？莫家己后壁讲吼，我查一下吼。这个汉字甘字典安怎读？无，有太的字哦。所以真正是这个白话音读做太啦吼，抬头。安尼若这个靠字真正嘛是有这个白话音吼。可能的可，我会当读做讨所以这个抬头是就是用这个白话音抬头吼，这里读太，这里读讨安尼吼。岂敢迄个起白话音读做太吼，可能的可吼，可能的可白话音读做讨吼，抬头吼。我无早拢毋知吼，家己想讲毋是，结果是就是安尼吼。抬头吼，甘字典嘛有修吼。所以你会当白用这个汉字来写吼，抬头岂可吼，所以咱来看一下伊的例句吼，抬头是安尼吼，哪会是安尼吼？抬头有敢会为何会有啦吼？伊就是为何啦吼？抬头是安尼，就是敢若毋是吼，敢若毋是安尼吼。抬头有即号代志吼，或者是抬头有即落代志吼，即个号字吼，有时就是难音起吼，变音变吼。抬头有即落代志吼，抬头要来吼，这个抬头这干倒抬头原来是干倒就对啦，我今仔日才学着啦，干倒我毋捌听人安尼讲吼，抬头干倒好。搁转来一个经文遮吼，讲因为人若无来礼拜，抬头会受假是吼。这遮的抬头什么意思？这遮的抬头是就是即个气嘛，我看一下，抬头的安尼这甘字典足奇怪，就是其实伊拢敢若列一寡例词安尼尔，有时有解说，有时无，大部分拢无啦吼。你看伊拢是抬头要抬头，伊都拢无解说什么意思吼。抬头 ，OK， 所以甘字典遮抬头是敢若毋是，或者是为何吼？但是你若讲伫遮，因为人若无来礼拜，为何会受假是？
讲也是怪怪的。抬头的受教是就是怎么会了哈？伊若不做礼拜，怎么能够受到教育了哈？这只教是就是教育的意思哈。因为人若无来礼拜，抬头的受教是吼，无豆豆来听道理，抬头的正上帝真好的旨意吼。这只抬头拢是怎么会啦？岂能岂会啦吼？就是或者是你用迄个汉语华语理解，就是岂可吼，就是哪会受到，哪有法度做会到安尼啦吼。啊，即个豆豆来，豆豆就是两个意思，两种意思，可能较捌查过吼，就是定啊，一个是看啊，一个是定吼。TAUH 第八声。我有时啊，就无切去迄个标字数理化，然后有时频段中文我就直接用波波摸，因为我按太侪，无共的吼，切来切去就麻烦。抬头毋是豆豆 TAUH 第八 TAUH 第八。有啥物无？豆豆吼，我拄则发音毋对去，豆豆无，哪有可能？哦，我搁去查着干字典吼，我这实在是家己有开好啦，应该查这边才对吼。豆，好，一个是这是看仔来的意思吼，这个是定吼。豆来就是定来吼。我看有别个过水，出台语豆。啊，阮遐吼，有时啊读，我毋知是噪音去，我讲达来TAH， 我等下查一下看达有即个词无吼？豆。OK， Marino 有过水伫遮吼 ，constantly 就拄则讲定，very frequently，但是拢无迄个看仔来的意思。From time to time, ever often，拢无。逐渐，慢慢的吼。OK。豆，所以我另外查一个啊，阮讲豆来，阮会腔口，我毋知是阮噪音去啊，还是安怎。豆，豆。搭伫倒位啊？伊安尼都无过水，我都毋知影意思吼。敢若遮搁一页，我搁看觅即边。安尼写嘛是毋知影意思，搭就是搭，安尼我来看吼。OK， 或者是出台语吼 ，TAH 搭。敢若大理大书店有收着搭。好 ，OK， 所以无咱转来
经文遮吼，毋是经文啦，即个文本遮，讲豆遮，我无豆豆来听道理，这遮毋是看看咧，这遮是定定吼，无 frequently 吼，无定定来听道理，抬头会正上帝真好的旨意吼，这是甘牧师恁问的所提出的问题啦吼。我拍算有搁一句话着讲吼，我拍算有搁一句话着讲，就是意思就是我搁想要讲一句话吼，我就是阮牧师今年四界巡，有听见逐所在的教会有人无啥物热心来守上帝第四界。就是因做牧师的去四界巡，有听见逐所在的教会有人无啥物热心来守，无啥物热心来守，就是无迄个热情去做即项代志吼，无啥物热心来守，做啥物代志就守上帝第四界，10界内底第四界，毋知是啥，我嘛袂记哈。查一下吼，10条界吼，伫个台语教会拢会讲10条界吼，10第8声，界第3声。界第3声，摩西颁布的啦吼，当然是上帝予伊的10条界啦吼，叫摩西去甲犹太人讲告，甲因讲恁爱照我讲的这10条界来做吼。所以第4条是倒一条？所以10条界第1条是我是耶和华恁的上帝，除我以外不可袂当拜别的神。第2条是袂当雕刻偶像，袂当做啥物？第3条是袂当跪拜别物吼，袂当跪拜别的神。第4条是爱所以无啊。好，咱继续看啊。第4条界看是。听我修我的诫命吼，还是讲袂当乱三叫耶和华的名吼，毋知第几条，咱继续看咧吼。讲人无热心守上帝第4界吼，礼拜日有会出来听道理。一步若定，有诶憨憨伫来吼。礼拜日有会出来听道理，一步若定，这啥物意思？安尼本来就是礼拜日听道理一步啊吼。有诶憨憨伫来，即就有问题啦吼。讲无热心，就是这有诶憨憨伫来嘛吼，憨伫来啦吼，伊讲憨憨伫来吼。憨憨伫来吼，咱来查一下憨吼，先对憨即字开始做起啦吼，因为憨就是 seldom 吼，拄好迄个我倒来个切对，就对啊吼，切来切去，我倒来个切对英语。HAN 第2声，汉，稀罕吼，汉就是稀罕的，汉字嘛就是稀罕伊的汉吼。罕伫罕有罕见吼，另外一个汉的音就是四过传话放风声吼，就是华语即个汉吼，通过汉起来。无影食的代志，伊也伫喊吼，所以但是台语的喊和华语讲的喊无意思无共吼。华语的喊是 yell， 就是大声话啦吼，台语叫做话，华语叫做喊吼。
台语的喊颠倒是别的意思吼，通就是放风声或者四过传话吼。你若讲喊话，敢会使？我讲喊话，还是我搁行对，我喊话第三声吼。所以无，我记得有，还是显化。我用汉字测看觅啊。啥物拢无？只好波波猫。可能毋是安尼吼，我查看觅好。用 Wildcard。喊话吼，喊话嘛是大声议论纷纷。即个是，我拄则讲喊话吼，会使讲喊话啦吼。所以喊，但是古字的喊字，台语敢若着拢有大声叫的意思，安尼是有啦吼。但是毋是叫做喊，是叫做嫌吼，嫌叫、嫌救人、嫌插、嫌冤。我拢含着去，险会爱变调叫做险，所以我拄则拢查险，我直接查第二声险，是毋对应该第三声，因为已经变调去，我拢当作是第二声吼。所以是险救人、险插、险冤、险过、险压，就是你化吼，化过化压吼，苦啦吼，这是苦的意思吼。险救吼，险救人吼，call out for help。所以是台语的汉字的写法是安尼，毋过是读险吼，歹势读险第三声啦吼，这是第三声吼。第二，我读变调就变第二声险，就是变成一撇安尼，撇对倒手边去，这才是第二声吼。变调是读第二声险吼。所以咱甲例句看者吼。险叫、险救人、险插、险冤、险过、险压吼。我搁读了险过险压啦吼，险叫、险救人、险插、险冤、险过、险压吼。为什么我特别读到险过险压，才知我读毋对？因为我庄下囡仔吼，我定定较早讲险过险压，阮就知，阮会安尼讲嘛，就是甲过，甲赶出去吼，另外这是化声赶出去吼，毋是甲苦过来，是甲化出去吼。所以险过险压是甲化出去吼。我自细汉就会晓安尼讲吼，但是我即个险字，我从来毋知影讲伊就是即个即个汉字是安尼写的，就是讲险是出声，即个出声即个意思吼，险。我自细汉讲险过险压，我拢想讲是赶迄个意思，迄个动作吼，就是甲赶迄个动作。我拢当做讲，因为我拢是赶过赶啊，赶出去，甲险过险啊，险到吼，险压。我当然因为无台语教育嘛，我嘛无读过汉学啊，阮老爸老母嘛无嘛，因无可能甲你教讲即个险是啥物意思吼。但是我会晓讲险过险到险压吼。但是我毋知影伊就是发出声赶出去的意思，是发声赶出的意思吼，是迄个化吼。所以汉字是安尼写吼，我拢当作是驱赶，但是是错误吼。即个理解一直到今仔日50几岁，我才知影我毋对吼，是险过险压是即个险字吼。险牛的就是饲牛的人啦，就是踮遐咧收牛嘛吼。险修吼，就是大声化救人嘛，险修吼。险化吼，险化吼，险叫吼，险救吼，
险弯就是大声画弯哦嘛吼，险煞吼，所以拄则险化，所以化就是险，就是伊嘛有个喊化啦吼，大声化，所以喊化嘛是会使啦吼。险就是喊，就是喊，就是化吼。本条是险吼，险就是喊就是化啦，一直读毋对去吼。好啦，拄则讲即个喊得来，迄个喊的是 seldom 嘛，就看对遮来去吼，看对即个险字吼。好，过来转来看即个喊，即个喊就无啥物，就是稀罕，就是 seldom 嘛吼。罕得吼，罕有罕见吼，阮老全腔的变调是变第五声吼。罕得罕有罕见吼，罕得有罕得看见吼。好，我读到遮吼，拄则讲罕得来，讲礼拜日罕得来，久久再来一遍吼。也有兄弟伫主的日，拢是看如过无因做工的代志吼，就是礼拜日来教会啊，搁咧烦恼昨买股票落甲毋知要搁落甲当时安尼吼，搁咧烦恼即种代志吼。所以也有兄弟伫主的日，主的日就是礼拜日啦吼。拢是看虑吼，看虑就是烦恼啦吼，挂虑的款吼，看虑吼，过无就是寂寞吼，就是心内搁咧计划啦，心内搁踮直咧想啦吼，你拍算讲工课要安怎做吼，因做工的代志吼，就是做工就是即马咱讲即马较侪人讲上班啦吼。较早拢讲做工啦吼，上班咧敢若较高级，其实上班嘛咧做工吼，无较高级吼。不管你是白领蓝领，拢是领人薪水的吼。即号款的确袂做伫吼，就是像顶头讲的即种代志吼，即号款的确袂做伫，安尼袂使伫啦吼，袂做伫就是袂使伫吼，袂用伫吼。所以咱下晡来议论，着想即两项吼。下晡要讨论，下底有两个主题要叫因讨论啦吼。10点过1分，咱读半点钟过啦吼。咱继续看啦吼。第安息日的法度，歹势，我有时啊一寡事吼，我可能你若感觉想要进一步查词典还是字典吼，会当甲我话停一下吼。咱斗阵来看吼，因为我看我已经看过一本教会书吼，巴布教会书，我已经甲10项关键拢自头到尾拢看了吼。10项关键其实是带袂好写，带袂好伊是嘛是教会的兄弟吼，所以内底足侪用词吼，或者是讲话习惯、句的方式、造句的迄个句的结构啦吼，还是讲话的方式、表达的方式、白话的表达吼的方式，我拢已经足熟啊吼，所以变成讲我读的就过啊，我毋知影讲你有听无啦吼，所以你若有听无所在，甲我动一下吼。老姐哩叫爸比甲我动一下，甲咱来现倒头翻转头来现一下词典字典啦吼，无有诶实在是讲诶，都过去啊吼。好，咱继续来看吼。第一项是安息日，第安息日诶法度是上帝本身设吼，互咱通归荣光伊诶尊名吼。像安尼就是巴克利版圣经足特殊的句句法吼，句句法，巴克利版圣经的造句法，就是规阳光摩咪安尼吼。你若
照华语的表达方式是将荣光归给上帝，哈，将什么什么给什么，献给什么，哈，就是甲物件啊送吼归伫什么人，哈，啊，但是台语的巴克勒版的伊的写法是归荣光上帝，归什么物件什么物件，哈，就是归 A 互 B， 哈，所以 A to B 啦，哈。哦，所以你看遮讲，互咱通归荣光伊的尊名，就是归荣光互上帝的名，吼。所以这是第一条，吼。因讲爱讨论下晡要讨论主题，安息日的法度是上帝本身设，吼。这是就是安息日即种制度啦，吼，法度啦，吼，就是制度是上帝所设的，吼。就是上帝敢若是10条诫内底就讲你啊守安息日，吼。我拄则即个字吼，而且吼第8吼讲，你着要纪念安息日，守做圣日吼，所以这是上帝内底10条诫一条，所以拄则讲第4条应该是即条嘛吼，这10条吼要安怎分吼，其实小可仔排分啊，伊毋是真正1、2、3、4、5、6、7、8、9、10安尼一条写吼，所以第4条可能是讲即条啦，拄则讲无守第4条应该是讲即条吼。着爱守安息日，啊，结果有足侪人无咧守吼，10条诫其中一条着破戒吼。遮无拄好甲关掉，好，搁甲开一个。好，即个关掉。好，遮吼，安息日的法度是上帝本身设吼。互咱通归荣光伊的尊名，早耶和华吩咐以色列的百姓，着守安息日。早就是以早啦吼，足久以前啦吼。耶和华吩咐以色列的百姓，着守安息日。咱的主犹原是安尼来教示伊的学生哦。咱的主犹原是安尼。来教示啊，即只主是讲耶稣基督吼。大家应该拢知啦吼，就是基督教是伊是讲叫做三位一体上帝。啥物意思？就是爸、囝、圣神，就是爸就是天爸啦，囝就是耶稣基督，圣神就华语叫做圣灵啦吼，台语巴克咧版拢台语圣教会拢叫做圣神吼，圣神吼。圣神吼，爸、囝、圣神，这三个因讲叫做三位一体上帝吼。啊，所以呢，有诶，毋是有诶，我相信足侪基督教内底诶即个教友吼，分袂清楚到底我即满咧祈祷即先讲诶，到底是爸还是囝还是圣神吼。啊，我讲主到底即个主是啥物人吼？因定来分袂清楚啦吼。好，早耶和华吩咐以色列百姓着守安息日，咱的主，所以即只主是讲耶稣基督吼，毋是讲爸吼，毋是讲囝，犹原是安尼来教示伊的学生吼。这讲互恁知就好啦吼，就是讲耶稣基督教祈祷的时阵，因一开始拢是头前祈祷文讲煞了后壁就是讲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吼，就是伊头前即个祈祷是甲爸求，但是奉耶稣基督圣名，就用照耶稣基督的名来甲爸求安尼啦吼。啊，所以迄个祈祷的方式，就是应该是甲圣爸求，但是拜托耶稣基督照你的名，阮是奉你的名来祈祷安尼啊。这嘛是耶稣规定的，讲恁得用我的名来祈祷啦。恁祈祷是爱用我的名吼。但是足侪人因为毋知哦，所以祈祷分袂出到底是伊要求爸，还是求囝，还是求圣神哦，分袂清楚。就是头前甲耶稣耶稣拜托个，啥求你啥有诶吼，其实后壁佫奉耶稣，佫奉基督诶名，佫讲我求你求诶人，甲迄个奉迄个名诶共一个人就对啦吼。
这无重要啦，我是想着趣味甲恁讲一下吼。甚至你即嘛你若伫咧即个好莱坞的电影吼，你若看伊即嘛电影内底，比如讲有要击倒的即种镜头，还是讲迄种情形吼，你若看因击倒吼，你会发觉一项代志，因绝对袂讲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击倒。我嘛毋知为虾米，反正就是因就是无安尼，绝对即个大书内底绝对无啦吼。因击倒煞是煞，无迄个耶稣奉耶稣基督性命击倒。但是这绝对毋是教会内底击倒的方式，就是讲我相信哈利有迄个左派吼，大概对基督教足感冒的吼。好，讲互恁知一下，恁以后注意一下就好啊啦。这毋是啥物大条代志啦。我毋是讲安尼就毋对啦。这本来人就无信教啊，你叫人内底写讲奉耶稣基督的名吼，伊嘛袂安尼做啦吼。好，继续咱转来搁读吼。炸药吼，我袂讲伤侪个吼。10点搁9分，炸药花吩咐以色列的百姓吼，着守安息日。咱的主犹原是安尼来教示伊的学生吼，当然这学生就是耶稣基督学生嘛吼。所以人逐所在照定着的日期，所以人逐所在照定着的日期，煞因的工，专心服侍上帝吼。即句我太平吼。所以人逐所在照定着的日期，煞因的工，专心服侍上帝，是趁教会的头所命令吼，也是认上帝是至大万米的主。所以人逐所在先跳过啦吼。所以人若照定着的日期，煞因的工吼，煞即只煞是停煞吼，扣煞吼，毋是继续的意思吼，是停起来吼。所以逐所在人若照定着的日期来停止因的工吼，专心服侍上帝。安尼做呢是趁教会的头所命令。教会的头是啥？教会头就上帝嘛，就是趁咱已经读几啊遍吼，讲过几啊遍，趁就是顺服，就是遵从华语叫做遵从吼，遵照啦吼，遵照吼，是趁教会的头所命令吼，也是认上帝是至大万米的主吼。即只主是爸吼，所以主是啥物？主是参为一体的上帝啦。伊嘛可能是爸，嘛是囝，嘛可能是圣神吼。所以也是认上帝是至大万米的主吼。我会记得我印象足深的，我读高中的时阵，阮高中迄个三民主义老师讲，耶稣基督真好吼。耶稣基督教真好，但是我无相信因讲的三位一体主吼。我不相信他们的那个三位一体的主。阮那三民主义老师个外省先生吼。我足欣赏迄个老师吼，伊教我足侪我迄当中我所毋知的代志吼。毋是三民主义毋知啦，伊教我足侪中华民国的历史吼。一寡足进去的伊定来去互教官请去啉咖啡吼。较早啉茶吼，啉咖啡，伊讲啉咖啡款，伊讲定来叫教官叫去啉咖啡，就是即种的。OK， 也是认上帝是至大吼万米的主吼，所以因为恁若毋知定来奇怪，即个主是咧讲啥吼？有时真正会分得清楚，有时真正你会分袂清楚，到底是咧讲啥吼？反正都是三位一体嘛吼。好。第二个因下晡所要讨论的主题内底，第二个是讲上帝设安息日，若要互咱应显伊的名，也是要拄则是讲归荣光伊的名吼，即才是应显伊的名吼，也是要互咱本身得到利益吼。所以设安息日嘛，咱嘛会当得到利益，至少你第7天会当休困嘛吼。兄弟毋通拍算，当然这是
这是对迄寡领别人薪水来讲是好事嘛。对迄家己无趁，着减一工收入来讲，休迄日是对伊来讲是足疼诶代志吼。所以为虾物因无爱休，当然嘛是因为迄工因来损失嘛吼。也是要互咱本身得到利益，所以即句话对有一寡人来讲是无法度接受诶。我即工今仔减做一工，我着减读一工，我是得到啥物利益吼？兄弟毋通拍算讲，即个安休你是要苦楚，要苦楚因。我等下查一下个苦楚吼，苦楚就是对啊，苦楚个啥？我等下查者吼，安休你是要苦楚因，敢若阻挡因无做工，无大大欢喜。亲像世俗人，咱若请因来礼拜，因常常讲无用，吼，好无用。即段我读者吼，拄则兄弟毋通拍算即个安休伊是要苦楚因，吼，敢若做工因无做，敢若阻挡因无做工，无大大欢喜。这啥物意思呢？我无理解即个无大大欢喜是咧讲啥吼？你毋通伊即只是讲兄弟，你毋通想讲吼，即个拍算一直拢是伫内底，咱已经看了足侪面。伫第5期内底，就看足侪讲，足侪斗讲拍算吼，就是因安尼想啦吼，拍算就是料想吼。兄弟，大家毋通想讲，即个安休你是要苦楚因吼，是要，咱来查一下苦楚好了。苦楚就是着磨吼，苦楚，华语叫做虐待吼，虐待吼，苦毒吼，对，我拄则要讲即个苦毒讲袂出来吼，苦楚就是苦毒啦吼。例句：新妇仔互因厝内的人苦楚，或者是苦毒。苦毒我较接听着啦吼。新妇仔互因厝内的人苦毒吼，咱讲过即个新妇仔吼，即个台湾人较早一个即歹的即个风俗啦吼，或者是要讲文化嘛，应该是讲风俗啦，新妇仔吼。摇新妇仔，查某囡仔拄规好安尼吼，就送去别人兜做新妇仔吼。做新妇仔，当然有人兜是甲当做查某囝咧疼吼。其实较早袂做查某囝无咧疼啦，查某囝是要以后要嫁人，无咧当做家己查某囝疼，当做家己查某囝你虐待是足侪啦，你虐待足侪啦吼。新妇仔当然嘛是当做家己查某囝咧虐待吼，别人的查某囝当然去虐待佫较忝吼。新妇仔互因厝内的人虐待吼，苦楚苦毒吼。即个苦楚是伫遮做动词吼，台语内底苦楚毋是名词吼，是动词吼。那苦毒相款吼。苦毒毋是名词，是动词吼。华语教会内底定来讲，苦毒是讲的是名词吼，无共吼，是名词。台语是动词吼，是虐待吼。好，咱转来遮吼，转来遮读继续。10:17。兄弟毋通拍算即个安休，你是要苦楚因吼，毋通当做是要甲恁苦毒吼，毋通当做是要甲恁虐待吼。敢若阻挡因无做工，无大大欢喜吼。OK， 我即嘛知影无大大欢喜啥物意思？讲毋通当做讲安休，你是要甲恁虐待，甲恁折磨吼，或者是甲恁苦毒吼。就干若为着要阻挡恁做工吼，无互恁即工做工安尼吼，毋通安尼想
所以无大欢喜，莫安尼想，所以无大欢喜就是诚无欢喜啦吼，无大欢喜吼。亲像世俗人，咱若请因来礼拜吼，因常常讲无闲吼，就是恁各位教会内底兄弟吼，你毋通亲像世俗人讲，叫恁来礼拜，恁心内拢安尼诚毋甘愿吼，想讲是甲恁你甲恁欺负安尼吼，你阻挡恁做工吼，啊，毋是吼，毋是安尼想吼，世俗人拢讲无闲啦吼，无可能啦，无闲啦吼。好，咱继续讨论，咱着互兄弟知啥物？说即个法度实在是要好款待因吼，毋是要苦楚因吼，是要好款待因哦，好款待因吼。教会内底讲法吼，要好款待，就是要好款待因是要安怎意思？是要给你们好处啦吼。款待啊，你讲？款待哦。是，对，就是华语内底款待。嘿，所以就是你用华语的款待来理解嘛是会使啦，就是迄个意思吼。咱来看一下该。遮鬼水的遮款待 KHOAIAN 啊，吼，歹势款第二声待款是待还是待？待啊，吼，应该是待 TAI 第七声。好款待吼，款待吼。待遇应对招待吼，款待人客吼，就是招待人客吼。吼，这和华语的意思嘛差不多嘛吼，款待招待吼。啊，好款待人，好款待啥物？就是好好的对待对方嘛吼。毋是讲对待，好好的要安怎讲服侍啦吼，或者是讲服侍个相当去吼。好款待人就是对人较好的安尼啦，都安尼尔吼。好，转来遮，吼，所以咱着互兄弟知说即个法度，实在是要好款待因吼，互因得到福气吼，互因得到福气，所以应该着。用安息日的道理拆明互因，拆明就是解说互清楚，拆就是拆解迄个拆吼，拆明就是拆解嘛吼 ，analyze 分析吼，拆明吼，互因家己明白啥物？毋通简单责备因，嫌因做迄号，当因做。即号，啥物意思？我读到我家己毋知你讲啥。我读者吼，所以应该着用安息日的道理，拆明互因家己明白，毋通简单责备因，嫌因做迄号，当因做迄号吼。就是讲，你着爱甲即个安息日的意义吼，拆明吼。兄弟知嘛吼，互因理解嘛吼，毋通干那责备因讲啊，恁礼拜拢毋来，礼拜你拢无来安尼吼，毋通干那责备因啦吼。嫌因做这，嫌因做迄的意思就是安尼吼，嫌因做即号，嫌因当因做迄号吼，嫌因做这，当因做，要莫安尼阻挡这阻挡，因为你干那用嫌、用阻挡、用命令、用即拢无效啦。意思就是讲，你爱互伊理解，伊家己愿意来，安尼你就免遮辛苦嘛吼。着互因知，所以后壁即句佫相关佫讲，就是着互因知，看着用什物法度，才会得到安息日较长的利益吼。就是你爱互因理解，互因知影讲，你来是有好处的，你来会得到利益嘛。安尼，伊才有法度有迄动力要来嘛吼。相关就是我伫遮读这圣经，毋是读教会公报，含大家斗阵来读吼。嘛是你家己有
感觉讲我有得着，我逐遍来，我逐遍都学着做个物件，我心内足欢喜安尼。啊，你才会来嘛吼。啊，无逐工，我是无遮骨力逐工啦吼。我2、3工就来开一点钟的课啦，叫恁逐个做安尼足辛苦，但要听我讲吼，听我念吼。你若无迄个感觉，无迄得着，无迄得着，恁绝对袂来啦吼。我足侪人来遮听10分钟跳出去，就是讲以后再都袂阁来啊吼。因为无得着嘛，伊无心内无感觉有啥物欢喜，无迄个快乐伫内底嘛吼。相款就是吼，伊敢为恁牧师讲的，就是即个意思吼。你毋通直嫌，直共动，直共念安尼吼，无效啦吼。着互因知看。着用什么法度，才会得到安歇日较长的利益？较长就是齐全吼。你若写汉字，应该嘛是着齐全吼。我较长看一下吼，较长当然我嘛是伫教会学着的吼，伫圣经内底学着的吼。哎呀，我有啥物查无？对一个音。齐全啊。嘿，对，矫正，迄对啊，矫正对啊，我逐字拢拍对啊 ，CHIAU 第5声，正 CHNG 第5声。是我去拍着干字典，无啊，毋是啊，我看册内句对。是还是无共腔口？我拍毋对啦吼 ，CHIAU 啦，拍做 CHAIU。矫正你看汉字就是用齐全吼，就是完全，就是全备，就是全部，就是拢总吼，就是个矫正吼。矫正好就是拢总好，全部好啦吼。OK， 所以即是讲，矫正，就是爱互因知，互因着用看着用什么法度，才会得到安歇日较长的利益嘛吼。毋若来礼拜长礼拜，伫因兜早暗，亲像迎日，就着教因规日来守。这是你讲啊？安歇日较长的利益，歹势，我对，得到安歇日较长的利益。毋若来礼拜长礼拜，伫因兜早暗亲像迎日，早暗亲像迎日，迎日应该是较以早的日子啦，就是以前啦吼，从前吼，就着教因规日来守。犹未礼拜时，以及礼拜煞，看着怎样做看着怎样做才有利益。当请恁大家来议论吼。这段我来看无解有吼，着互因知看着用什么法度，才会得到安歇日较长的利益。毋若来礼拜长礼拜。伫因兜早暗亲像迎日，就着教因规日来守。即教啥？教即寡兄弟规日来守嘛吼。就是教因讲我即礼拜即工吼，着规日来守礼拜，犹未礼拜时以及礼拜煞吼，看着怎样做才有利益。就着教因规日来守，犹未礼拜时以及礼拜煞，看着怎样做才有利益。当请恁大家来议论。10:27分，好，咱今仔读到遮啦，就是甲牧师甲即个安歇日的即个因要讨论的主题，伫遮公布啦吼，伫遮先点明即2个主题，因下晡要讨论的，咱再搁后尾再搁来看。看起来，即个第5期拢是因大会的记录尔吼。我看一下后壁，拢总有几张啊？几页？
8页，用读第5页啊，搁你相关资料，我相信后壁原来是吼。好，读到遮，有问题有要讨论，还是有要啥物意见，拢会使举手一下吼。芭比，你敢有啥物问题？拄则有一个那个等一下看什么化龟喊的那个汉龟，汉龟是什么啊？赶鸡哦。对，险龟险鸭哈，驱赶鸡鸭，当然毋是干那驱赶，是有迄个画出声吼。即个发出声这个声音要喊出声音。对，但是是要甲赶走，甲赶出去，甲往外驱赶吼，往外驱赶，就是往前面驱赶，毋是甲叫入来，而是甲画出去吼，叫做险龟险鸭吼，险狗险啥物，险啥物动物拢会使啦，拢是险啦吼。对啊，拄则看离古拢是动物，我感觉就好笑。就是较早就是用险的嘛，即个。险牛嘛会使吼，险牛，所以险牛的就是咧饲牛的人吼。嘿。另外就是拄则，因为拄则我读到一个新妇即个字书，嘛问到，就去查到讲较早是那个新是 SIM， 跟后来教育部收的是 N 音，一个有合喙音啊，较早是合喙音，即阵敢若无合喙。新妇，我无理解吼，我毋是无理解，我无确定讲是毋是讲是较早是安怎读法，即摆安怎读法咯。咱来无用，我看觅用即个新妇的汉字来查看觅吼，用汉字查音啦吼。妇是妇人人的妇，新妇吼。所以我读毋对呢，所以新妇 SIM 吼，新妇吼，毋是新啦吼，是新吼，新妇。囝的某，或者是未来的养女，通以后配互家己的囝。或者是转卖互别人吼，叫做新妇，这两种意思嘛吼。新妇生孙，这什么意思？公条。养女也是新妇哦，买来的养女也是新妇哦。拄则讲的就是拄则讲新妇啊，伫因厝内互人苦毒，即个讲的就是即个养女。童养媳是不是？对，童养媳啊，华语叫做童养媳啊。一般是叫做新妇啊啦，新妇啊，当然即个字有较轻视，但是嘛是有迄种较新妇啊，就是较细汉，较要安怎讲？幼弱小迄种意思吼，新妇啊吼。知道。就是有比较小的，年纪小的或比较轻视的那种。对，你若讲新妇啊，就是讲童养媳啦吼，因为新妇有时仔是讲囝的某嘛，或者是新娘啊，嘛会使叫新妇，但是迄只是无安尼过岁吼。我知影你若读咱以后读歌谣，可能会看到新妇吼，就是讲新娘。但是一般讲新妇啊，就绝对是讲童养媳吼。你看伊即只例句，新妇啊，就是等于新妇的第二个过岁嘛，就是这嘛吼。新妇啊摇的，新妇啊摇，新妇啊落，我都毋知是啥物意思啊。伊讲是对新妇啊礼貌的事啦。新妇啊体，新妇啊正，哇，互人安尼讲哦。新妇啊正，新妇啊旺。新妇啊等，养女的无志气，捌听人安尼讲。OK， 这是新妇吼。所以我读毋对啦吼，我看嘛有这个除了我看。即阵就无合喙音啊，即阵的
教育部迄种无法出音啊，它 SIN。啊，因为就是汉字安尼写，所以可能就拢安尼用啊。我嘛是安尼想。新妇吼，台湾1957是新妇，这个莫看，啊，为虾米我用汉字查，无看到台理大书店？我用汉字查呢，对应日文，对应华文好啦。啊，即嘛连日文都有啊，所以以后会使用日文来查。吼，我毋知伊为虾米我用新妇即个汉字去查无看台理大书店内底物件。我要安怎搁安怎找呢？无别个方法啦吼，就是因为我是要想查看讲即个新妇是 SIN， 无安尼好啦，新妇。英文吼，新妇第7声吼，新第1声。我看新妇甲新妇会当伫倒位查着？新妇，敢若教育部甲线顶书店有，啊若 SIN 呢，就足侪书店拢有吼，所以应该是新妇才是正确的发音啦吼 ，SIN 吼。喙啊合起来啦，新妇啦吼，新妇啊，其实阮应该是，阮嘛是拢安尼讲啦，新妇啊，因为你 就算你写 SIN， 你要读做新妇吼，因为头前即个 P 是喙唇啊小合起来嘛，啊所以变成着自然着读做新嘛 ，SIN 去啊。台理大书店即啥，大家拢是读做新嘛，新妇。好，感谢马文甲咱讲吼，我无注意着吼。1932就有收入了。对。好，啊若敢搁有其他要讨论的，感谢各位呢，咱诚热闹吼。即个上班时间搁遮侪人，我搁甲各位搁推荐一遍。我顶回讲着，你若伫个即个 Clubhouse 用即个台湾啥民主路吼，台湾市民主路，或者是你用台湾市民主路会当看到周克林周克任吼，伊讲的一寡因迄当阵20几号的时阵对学生运动甲社会运动伊所行过的路，伊咧分享吼。我即摆已经听到伊咧讲921的时阵，伊已经是屏东县副县秘书，县长的秘书，苏家全的秘书。所以迄当921的时阵，伊是等于是屏东县的副指挥吼，总指挥当然是苏家全，伊是副指挥。就是因迄当阵是带队去南投去埔里遐去斗相共吼，去遐去救灾去参与。所以咱听伊经历过，伊看比咱看着迄个站面站处，还是讲迄个范围比咱较悬，眼界比咱较宽侪吼，你会当去听伊讲着迄当阵所发生的代志。迄当阵伊讲的主题是921，为虾米是台湾政治的分水岭，台湾民主政治的迄个分水岭吼？为虾米？因为921以后，民进党甲921进前国民党吼。为虾米会愈来愈行愈差愈远吼？伊讲迄个是一足关键的。当然伊主要是用实际迄当阵发生的一寡代志来讲互大家听吼。你若有兴趣，你踮咧即个 Clubhouse 去找出来，去有时间听。我知影听这足辛苦的吼，你若无现场听足辛苦，所以你不如你就是塞车的时阵听，然后你做啥物代志的时阵方便的时阵听，你就哪听哪做啦，你就会。特别遐辛苦吼，无你一道听伊讲2点钟，我足辛苦吼。好，拜托大家去听啦，毋是干那推荐啦，拜托大家去听，因为你才有法度搁较深入认捌台湾所行过的路啦吼。尤其是少年囡仔，你若无经过的吼，大概我伫遮有少年可能较少啦吼。好，到遮爸比，无咱就关房吼，我已经甲各位加作做7分钟啊。好，到遮多谢各位，再会，好，再会关房。